是白的啊，สบายดีสบายดี你好啊，你好你好，这个是我朋友对啊，是中国的中国人的，这是普洱嘛，对来自普洱来自普洱的对。现在我们来到琅勃拉邦，是到这里这个地方我们吃饭嘛。哦，我就问他，你来老挝几天了？来老挝4天了4天了，对4天了。那你感觉这边嘛，琅勃拉邦怎么样？琅勃拉邦风景秀丽，民风淳朴，美食也多，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，大家可以过来这边旅游，来玩玩，来找我们的小爱。小爱好，很优秀来找小爱啊，小爱可能带各位玩的开心啊。对，然后我请问一下，你要打算在老挝几天？打算在老挝几天？还打算在老挝2天回国。啊，好的好的。现在从勐腊莫罕口岸到琅勃拉邦也很方便，有火车可以直接到了。对，好，现在方便了嘛？方便好，这边物价也便宜，美食的味道真的很好。好的好的，找小爱。好，然后找小爱啊，然后我朋友这边啤酒很好喝老挝啤酒，在老挝到琅勃拉邦这里，别忘记喝老挝啤酒。对好的，好了，现在 OK， 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